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範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我相信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常常會也見面一邊宣揚一下，聽一邊宣揚一下。我如果幫到佢休息一下都可以嘅，但是一度看上來無同樣的一種病痛，可能喺我哋身體咧反映講有一些乜個問題嘅喲。你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來賓，喺我哋嘅骨科嘅權威，同時嘛喺我哋屏東保健醫院長李先生院長、羅大院長，而我哋分享講，到底我哋一般地方，我哋會看到關節同骨頭問題有哪度，還有一定呢一啲修復嘅方式有哪度，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院長好。你好，大家好，我係屏東保健醫院嘅李先生院長。院長，今日嗰份人唔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聽到我哋見家位算是3、4年嚟嚟睇，其實睇得少少都開始講有咩信仰啦，有咩骨頭啊，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講一下講，我哋一般來講，我哋骨頭冇如講我哋關節嘅退化，會有哪種情形？關節會酸軟痛一酸很痛，其實冇共用。酸甲痛嘅感覺神經係無共樣嘅路徑，所以有嘅人佢感覺講酸，比如講去按摩，其實越酸越感覺講越舒服，越舒服，冇錯，但是痛就冇共樣，但是痛其實啦係老天爺本給你一種嘅報復的作用，你會痛，你將會抵抗有問題啦。酸就冇一定，所以有酸痛啊、酸軟啊，按樣神經痛，按樣就會可能就會去看先生，去檢查一下。好，嗰時我哋一般人因為個酸軟同痛都冇共樣嘅，但是到痛嘅一啲解痛嘅時陣，攞去看醫生咧。係哦，但是痛假使講休息，還係講有，比如講輕鬆食藥嘅食一下就冇問題咧，按樣可能做得。但是假使講痛長久一段時間咧，可能就會上可能唔係按簡單嘅問題啊。其實也係見講到喺我哋表面上我哋感受到嘛，但是睇骨頭地方、睇關節地方。酸軟痛到嘅長度時間，喺以至家嘅磨損程度係冇共樣嘅。係冇共樣哦，因為人哋關節底部有軟骨，軟骨就像也共樣一片一紮就係正常嘅，正常嘅軟骨底部是冇神經，冇血管，冇血管，所以佢唔會痛，佢會痛係佢嘅旁邊。韌帶、肌肉喺骨頭底部，佢長有痛覺神經，所以我軟骨假使講開始嘅時間，佢有磨損啊，像這個第二個、第三個案例，磨損以後，佢將會抵痛，所以剛剛開始的時候不會，唔會，嗰時喺咩都講，一開始嘅時間，因為有啲軟骨有啲膜喺邊，而且冇神經冇血管，嗰時候其實年輕嘅時間，按樣嘅一痛樣痛都唔會痛，但是慢慢地有種嘅軟骨冇咗膜嚟講，一模一片嘅，一模一破嘅，而可能地部嘅血管同嘅神經如果痛到嘅時間，幾時隻嗰種在痛嘅時間，如果有感覺嘅，但是幾時隻的感覺還是酸樣，還是已經變成痛嘅咯。開始可能係酸，咪係酸，走過來就會痛開始。但是冇一個破一些咧，真實痛到嘅神經咧，都開始會感覺到痛嘅。開始可能就會其實會感覺講功能有受限，好比講會哭，會行會企起來，後面來冇得講，後來會痛，會痛會酸會無力，按樣可能開始是按樣。嗰一種磨平係因為講誒，佢從佢點用意還是講其實老化都會磨平。老化沒會磨平，但是人嘅組織佢有修復的能力，有修復能力，所以我早期診斷，早期較早注意到做我個效果好。咁有乜嘅譬如講嘅業嘅職業都常常我顧下來，其他來顧下來，而家仲算是會
磨耗的更快嘛？這跟使用的頻率程度沒有關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係受這種幼稚園的欣賞。幼稚園因為幼稚園聲音的個細嘛，可是伊聽古年也古下伊陣聲音的講法啦，伊講伊可能做唔到事，是不是？工作嘛，因為伊明年古風了，係啊，伊講有時30歲時間一路因為講伊可能，如真是貼過度的使用，如變成原來，可是等於講老化係的問題，這一撇嘛係的問題吼。有。還有聽伊都講，其實更加幾種人看書記的啊。尤其係早晨看到幾多聲音的高中生，佢嘅排隊愛做交叉，佢哋充分的低頭，我想講，而家的低頭看久誒，將見會有影響。有，影響，因為身體的組織哈，它是很精密，很特別，用蠻講的，就像這種，它是一種多項的。就多重的，底部有水分，有這個組織哈，所以它在壓迫或是伸展的時候哈，它會恢復，就像那個彈簧，好，彈簧它會壓下去，底會彈回來，彈回來，那假使講固定一個姿勢，好 take you 嘞，好。其實彈性疲乏彈性疲乏以後，其實沒有辦法恢復，所以假使到臨界點，臨界點它裡面結構開始產生變化，那個時候就可能恢復的時間就要更長。那如果已經超過了那個臨界點，那就可能就是走向不歸路，就是只會越來越嚴重。那這個時候，我們醫生能做的只是給他。暫時給它延緩，擋住，所以它已經到了這一個，就是好像懸崖走下坡了，只能延緩它的時間，就沒有辦法讓它再恢復了，好，所以就把它分成就是說好幾期，好，那都到第2期以後，可能就比較困難，因為一邊最常看到你講嗰種人開始在老化退化嗰層地步呀，因為見佢講我冇人啊，你行路怪怪啦，好，那行路怪怪的啦，好，你可能都在運用的一種長途，那開始講因為講而家其實退化的情形其實算是嚴重的咯。假使用這個疼痛做指標，把它分成10等分，好，0完全不痛，10分是非常痛，好，如果達到4分，達到4分，7分，那就應該是有問題，好，那如果達到4分，那用一些物理治療或是休息，它會有緩解，好，那這樣的話可能還算早期，因為它是急性疼痛，可是如果已經達到了慢性疼痛，休息也沒有用，甚至連睡覺，有的時候翻個身就痛到會醒過來，這就有問題。然後再來就是功能上面，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它比如說腳的話，它沒辦法剪腳趾甲，它沒辦法穿襪子，它要跨過一個門檻，它就有困難。要走一個坡，它就覺得很吃力了。樓梯他要倒退，下樓梯，他沒辦法正面下樓梯，這就代表說不是那麼單純，好，所以本來會爬山，好，結果後來變成要爬樓梯的時候，就看到樓梯就害怕，好，就是這個就代表說他的問題沒有按單純，告訴等於如果其實在4分以前。可能嗰種講4分以前用復健的話，還可以推廣嘅話，其實還算可以去改善。但是4分以後，嗰種真是又會影響到以日常的功能的時間，也都真是要來檢查一下。檢查有可能所謂急性疼痛，差不多治療以後，其實做得咧，其實好咧，好咧就冇事情咧，就冇按痛咧，就有改善。一邊係有一啲問題，你講急性疼痛哈，你講我哋臨時突然痛風了，有時食藥嘅時候有好誒，但是急性疼痛也算是一種預兆嗎？所以剛剛有講
疼痛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好，像糖尿病哈，叫 BB，你看個電視的廣告，有冇？那阿嬤的叫做 BB 哈，冇感覺，還有碰到釘子、踩到釘子不會痛，還有注意有問題沒？哈，所以痛其實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它是告訴我們說你的身體有狀況。好，所以面對到痛的時候，莫全部就是止痛藥的啊，按用莫本給莫痛，按用做好嘞，就剛剛講按用做做對嘞，唔係按用。好，有痛吃一些的藥的，好啊，但是我一直吃，我越吃越厲害的藥的，按用就有問題，按用我來檢查一下，好。骨科的問題哈，冇辦法按嚴重啦，不是怎麼長什麼絕症，哦，按用做來看醫生，看一下，照天講檢查一下，哦，就做得了。或者頭痛我哋嚴重有講嘅關於重要嘅事情，就講痛係我哋呢天公也幫我哋最好嘅禮物。咁種開始痛以後，如果開始去注意到人家身體係咪出現某個問題嘅，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屏東保健醫院的李先生院長來到了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骨節退化嘅一啲問題。我想請問一下我哋院長，因為其實我哋從頭我認為講我哋關節退化嗰種係老人家嘅事情，但是其實也經驗，嗰種有嗰種青壯年嘛有人嘅問題嗬。像中藥鋪嘅問題嘅話，你這個有度過用過特別嘅一啲案例嗎？運動傷害係最常見就是年輕人哈，年輕人就運動傷害，還有就車禍、外傷，好，這是比較常見。啊，退化亞種就老人家較多啦，較多。好，可能主持人有提嘛，你台灣有一種國病，好，國病不是 B 肝、C 肝哦，其實是股頭缺血壞死。哦，好，股頭就你那個關節、髖關節，啊，底部壞掉的，底部的骨頭哈壞死，好壞死哈，底那個關節底部的個骨頭哈，就會規則就會變形，就會會糾結啦，糾結去，嘿，按樣就會彎壓個人工的關節，好，就亞種的人工的關節，好。啊，亞種的病人，佢就差不多40人歲就會得到這種病，吼啊，你台灣吼一年彎壓個關節的人差不多1萬到1萬8到2萬個人左右，啊，扣掉老人家的話，剩下的年輕人裡面一半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的，嘿。在世界上來講，我們東南亞國就亞洲國家發生率都很高，台灣特別高，那跟這個生活習慣、飲食、喝酒，可能用到類固醇，好，另外就是我個人在這方面很多研究，就是它跟我們身體的一些凝血的基因。好，包括這個第5對的凝血基因，或者是這個產生的一氧化氮的這個生成酶，好有關係，所以它的血管的擴張會有問題，所以一旦血管阻塞了，就遠端的這個地方就缺血，缺血了以後，裡面的骨細胞沒有養分，缺氧，然後它就壞死。壞死了以後呢，它就沒有辦法修復的話，它就越來越嚴重，最後這個關節就變形。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年輕人就走路就是不太正常，這種就是有可能就是股頭壞死。哦，因為頭都嚴重，我講係國病的意思，就講其實我哋呢國內的人其實中壯年的人幾多，尤其是青壯年，正好是他生產力最高的時候嘛，哈。
他一旦生病，全家的經濟就來源就產生問題，又要接受這個人工關節置換，那又要修復的一段時間。像一種的一種骨頭的一種壞死來講的話，伊早期會有哪個症狀啊？早期一開始可能沒有症狀，一旦開始有症狀，就是它已經裡面開始發生骨折了，那這個時候呢，就會感覺到這個屬膝部會酸，或者是走路的時候覺得怪怪的，或者是會感覺到大腿或膝蓋沒辦法施力，剛開始，而且它發生在2個腳都發生的幾率很高，那如果不治療的話，大概沒有發現，大概80%在2-3年底部就會惡化，就需要換關節，動腳。但是醫師都講，假如一開始都發現到講，有安尼問題，如去檢查，然後同時去治療的話，可以延緩它的壞死，還是講可以治癒啊？以前就是因為它壞死，那就用把這個骨頭裡面去把它打洞，讓裡面的血管就像那個水，就是水盆積水不通了，就給它打通。但是這種的成功率都不好。那我印象中就是很深，大概3年前嘛，那一個也是我們醫界的同事啦，是在我們，因為我以前是在長庚醫院工作，那他呢就是發生了這個，他是一個腎臟科醫生。那當時呢就發現了，早期發現，那大部分的醫生都建議他說，那你就等它壞掉再來換關節。那還好他的老師認識我，就把他轉到屏東來，然後我就幫他用了這個支架，然後把它放到他的骨頭裡面去，然後再幫他生長因子，然後補骨頭，那現在就好起來了。所以早期發現有機會救回來。當然我現在講到講，其實年輕人最多係算是運動傷害嘛。但是嗰種年輕人受傷嘅，都貼一啲貼布啊，那都好嘅。像安尼，因為有時些像安尼貼布，有時講到唔會痛嘅，你感覺都冇事嘅。但是其實你都發現救嚟救去，你都發現到講，其實因為姿勢越來越壞。也係咪講其實貼有的運動傷害，唔係講貼貼布都可以去解事情的咯。運動傷害最常見，從上肢到下肢其實都很常見。肩膀，肩膀、手肘，像我們那個這個陳偉英，有沒有？人家職業選手，那就有可能，手肘的受傷，然後手腕的受傷，那髖部跟膝還有踝，像我們那個王建民，就是他因為就是腳踝受傷，然後造成他之後投球就有問題。因為關節底部旁邊呢很多韌帶組織維持它的穩定性。假使說受傷了以後呢，它產生這些就是肌肉韌帶的撕裂傷。好，撕裂傷就分成四個等級哈。輕微的就只是稍微的一些發炎，到最嚴重就是完全斷裂。好，到完全斷裂的時候呢，它就要修補就會有困難。但是如果是中間的像這樣的撕裂傷的話，那有一些只要遵從一個原則，肯定共注的 PRICE 哈，英文的5個字母。好 ，P 呢就是保護，好 ，R 就是休息，I 就是冰敷，好 ，C 就是壓迫，好，給他用這個繃帶或者要壓迫，你慘痛了，好，還有慘痛了。E 就是抬高，好，所以假使遇到朋友或者在運動場上受傷的時候，就遵循這個原則 ，PRICE 這樣子哈。那經過24到48小時哈，理論上他如果不是很嚴重的受傷，他就會慢慢緩解，好，這種他就可能不是到第4度的受傷，他可能就是前面的第1度。或第2度的這種身體有自然修復的能力，好，那可是如果
超過了這個黃金期，這冰敷就是在前面的24到48小時，那之後就可以開始冷熱交替，讓這個組織能夠舒緩。好，那假使超過這個時間還有問題的話，或者是看到受傷的時候肢體就是已經變形了，凹的嘞，還要把它拉回去，然後他覺得這個是有問題，好，這個一定要給他趕快來檢查一下，好，或者是看到甚至於那個腳趾頭或手指頭都變成變色發乾，血流有問題嘞，按鈕注意有問題，所以神經血管的受傷要緊急處理，好如果是肌肉韌帶的受傷，那就要保護，然後看它愈合有沒有修復的能力。那如果超過了這個黃金期還有問題，就要來檢查。好，所以我們的膝關節為例，裡面它有四個韌帶是很重要，就像一個椅子的4個腳，好，4個腳呢，假使說有1個腳受傷了，3個腳呢還可以站哦。那個椅子你如果坐下去，你還不會倒，可是假使斷2個腳的話，這個椅子就會撐不住，就有問題。所以假使說4個韌帶裡面受傷1個，那這個時候還不至於那麼嚴重，但是還是得來做正確診斷。好，所以膝關節為例的話，因為它是我們就像車子的轉向系統，我們車子有一個引擎是向前跑，向前跑是靠這個屁股，所以我們常常講說，看那個短跑的那個屁股很翹，他就很會跑，因為屁股它是往前跑的，它是往前衝的。可是膝關節是剎車的，它是轉彎的，所以你看那個運動選手，他會閃人，他就假動作，他往這邊，他就可以立即的轉到另外一邊，就是靠這個膝關節。可是受傷最嚴重也是這種轉向的，好，一旦力氣往這邊走，那但是來不及，或是被人家就是撞動，就會受傷。所以年輕人的運動受傷比較常見是這一類，比如說打球、網球肘、高爾夫球肘，或者是因為打到這個韌帶受傷，甚至斷裂，都有。這上肢的運動，下肢的話就是這種跑跳的。這種就比較常見。這樣。可是如受傷的時間，真的開始要觀察，講，伊48點鐘以內伊這個有慢慢的變好，可能都從頭到尾的嚴重，講係的即個會去修復的。可從48點鐘以後2日啦，2日以後，伊還是持續嚴重，甚至開始會發現到講的呢腳趾、手指已經開始有黑的，愈得愈血流含過去，幾多可能伊底部有某個問題，伊一天要去看醫生。一天要看醫生，可是其實平常係運動傷害，但是無強嘅運動傷害，伊也會結果係無強用嘅。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喜來嘅，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保健醫院的李先生院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運動傷害會面臨嘅問題。我都想問一下院長，因為頭先已經講到佢其實嗰度無強嘅，算是關節嘅退化來講，和傷害來講，咁現在來講我哋骨科有乜新嘅技術對我哋呢解決我哋算是骨科嘅問題？一下就所得分作3個部分來講啦，哈。第一點就是材料，骨科的材料進步，以前骨科的材料就不鏽鋼嘛，合金嘛，一下就有較好的，比如講鈦金屬，對，合金，還有較耐磨的材料，可比講你鴉片有帶落呀陶瓷的，那這種就是超耐磨的高分子的。那種塑膠，它就超耐磨，還有再加上維他命 E，以就做的它底部要自由基中和掉，所以使用壽命就越來越好，就是這種材料的，
好，所以材料的進步，那就是讓現在你呀哈以前講要彎壓關節，10年15年左右照顧彎一百，呀哈不是呀哈關節健保給付的，好，用到20年，還有90%以上就冇問題，好啊，還有呀哈有較好的東西，就可能就開100之後咧，以後就永遠不用再換。好，假使沒有發生感染，或者是其他的鬆脫，或者是外傷，那種就做對了。第二種就是技術的進步，也哈因為開刀的技術進步，微創手術，還有呢用那個機器人、機器手臂，用這個導航，電腦導航，用各種的新的科技來輔助，所以開刀就技術的這個越來越進步，好，開刀技術進步。第3點就是有一些新的醫療的發展，再生醫學，然後用這些幹細胞，好，這一類的治療，那可以在早期使用，有機會讓這個關節不是這個不關節，但這個還在發展的階段，這是最新的，最新的這個就是再生醫療。更加都變成有幾多無用多元的材質，陶瓷的啦，哈，無嗰種其實有加其他多媒嗰種幾多嘅材質加方面一個選擇的話，其實都變成講更加唔是講像以前講的，真的5年、10年都是5年冇過100。以前就那些關節哈，人工的關節，那個底部要做合金鐵的，要去加工，好。也哈很多都用那個3D 列印，好，3D 列印給做出來的那個關鍵哈，更符合人體的形狀，啊個同那些骨頭、動腳作為結合，好，所以我那個關節有2種方法，第一種就會用骨水泥，好，用骨水泥來固定；第二種就會好像種樹一樣，它自己會長樹根，好，它會。地同骨頭會上強下，以後就拿唔起來，因為就黏起來。好，要骨水泥呢，就用到較老的泥，好，因為動腳其實硬化了，好，就得到穩定性。但是有可能用30年以後佢可能會同那個房子共用，會有比較逼的，會逼，逼的就有問題，但是用生物性固定，長樹根也種的也就動好，以後就唔會鬆動了，全部就好。你等於講伊這個腿也要骨頭都已經黏住下了，但是也要拿出來沒懂困難的。但是是他們提供硬強，以這個本身冇骨質疏鬆按嚴重的人身上。但是骨質太疏鬆就做唔得，因為你就講開刀吼，一直都骨頭太疏鬆了，個時間就愛開壓個刀就較困難，因為好像在沙灘要蓋房子，按種有可能就有問題，按種就會先壓一個骨頭的骨質先恢復，啊再個來開，按種較安全。但是我同我哋有談到講，譬如講，而家有啲有機嘅新嘅技術後，可以聽下等，譬如講做一啲關節的一啲手術嘅時候，可以聽出下等個快恢復，譬如講 ERS 啦，嗰一部分係咪請下等演員行嚟說明下咯？好 ，ERS 就會較以前就會骨科醫生開刀，按種做嘅，一下唔係，一下就會開刀以前就會先注意到你。每一個病人哦，以為你就有，比如說糖尿病啦，營養不良啦，或是太胖啦，還有抽煙啦，哦，然後有生活習慣無好的，哦，然後佢對這個那個復健，後部的樣板復原佢較唔低，一下就開刀以前就先提早介入，本佢提講你可以做乜個事情，哦，你可以樣板來準備開刀。按用張做對，較急的恢復，好，所以就好像你要去旅行，你先有一個計劃，你就全部都抵嘞，按用你就恢復做動腳嘞，再配合上微創手術，微創手術從以前某 Q 用就好像我們這個房間好要裝潢，好以前要裝潢就把
牆壁打掉，全部公退這個來裝潢。現在不用，現在就從窗戶啊，從這個門的鑰匙孔裡面就可以把這個裝潢起來。好，就好像在雕那個瓶子裡面畫畫一樣，就用這樣的方式，不破壞原來的組織，把關節放進去。所以因為按鈕就恢復得很快，所以手術的技術的進步是核心。再搭配手術的中間的前面，那手術的止痛，然後讓病人可以更快的恢復心肺功能，各方面免疫力的提升，營養的加強，所以這樣就很快就可以恢復這樣子。咁種講，譬如我哋見以前做埋個 V 鏡嘛，做埋個 V 嘅手術嚟講，人家都打開，人家都可能清清楚楚嘛，前台都前台嘛，而家都唔係有可能開4個孔，然後輸生意，但是問題係，我從來都想講，冇看清楚，你第一用錢，對醫生來講，你係咪變成人家技術嗰邊呢個好呢？但是有一個新的這些機器其實它還幫助了人類，是因為你看一個東西以前看是按用看的，係嘛？假使講你後背還有一隻鏡的，葉片還有一個手臂，還有放大鏡，幾個內視鏡還做得放大，放大以後你就看到更清楚，更清楚，但是要訓練吶，冇錯，還有你手會抖，你透過機器手臂以後，它可以幫你不會抖呢。機器手臂不會抖，因為你手會抖嘛，它可以幫你震動，把你減少成10:1，所以你的那個針不會抖。所以用這種新的科技，可以把這個組織的傷害，該保留的、該切除的，該怎麼樣？但達文西在骨科的應用比較沒有那麼大。好，那內視鏡是有，但是達文西因為是用在心臟啊、內臟啊這些腹腔啊、這些骨盆啊這些是比較可以的。還有啲天然問題嚟講，因為有啲人講，譬如講唔幫你啲骨輪以後啊，嘅附件嘅部分啊，所以有人嚟講骨痛但是一天可以做，用我執一天一直執出來，呢樣你情形啊？但是以前開刀較通，一下開刀的技術較好，還有用止痛較好，所以冇按通咧，所以冇強通，要較夾停通，但是還是要問你膝蓋的形狀，因為你膝蓋的形狀，張提講。底部用板，你做得做到哪一種程度？但是你這個我講到人們時常希望講，你這個多疼痛的話，就算是止痛藥嘛，多疼痛啦。但是假使講痛到超過那個按鈕珠可能有問題，要轉一波醫生看一下是有乜個問題。咁今日是貴感謝啊，等楊總同你分享啊，按多新的技術好，還有一啲新的一啲科技。但是喺節目嘅最馬場楊總同你分享講，我哋平常按樣去做這個嘅這個檢查，同時日常可以用去保養的關鍵。你做運動啊，要運動才會長壽，有動要才會健康。那動的話有分很多種，比如說有。就是以這個運動來講，有燃脂的，就是減脂的，有心肺的，有耐力的，有肌力的，這種運動。那以這個關節的運動的話，它有所謂開放鏈或者是閉鎖鏈。所謂開放鏈意思就是說，像這樣動就是開放鏈。但是如果有拿一個重物，或者是推牆壁，有作用力有反作用力的，這種就是閉鎖鏈。那我們是鼓勵多做這種開放鏈的，是增加它的活動度，但是閉鎖鏈的時候，力量可以回到自己身上，可以增加我們的骨頭的強度跟肌肉的強度。這樣的話，有一個作用反作用力是更好。好，那對於肌耐力對於這些的訓練是很有幫忙。那平常的話，就是我是很鼓勵這個間歇性的走路的運動。所謂間歇性就是快走，走得很快，然後再慢走。那怎麼樣叫做快走呢？你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公式，就是220減掉你的年紀，
比如說我60歲，220減掉60就是160。160就是你的最頂級的心跳的速度。所以如果你有戴一個智慧手錶，或者是你摸自己的脈搏，那給它跳到100下以上或120以上，好，你就打個8折，打個7折，好，160打個7折就是快120左右，好，用這樣子的快走到你的心跳可以跳到120下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就開始慢慢的給它減緩下來，慢走，再讓你的心跳慢慢減緩和到80-90下。然後之後再快走。如果你可以持續的這樣子去做的話，那沒有什麼困難的話，這就是一個自我檢測，就是你的運動功能 OK， 然後你的心肺功能也 OK， 然後再加上你如果走的時候再有一個重量，這樣的話就會有一個回饋力啊，這樣的話你就沒有什麼問題。所以這是一種一邊運動一邊自我檢測，同時又可以讓你的自主神經系統好心跳的快慢就可以讓它恢復，就可以把這些所謂的很常睡眠不好啊這些問題都可以一併解決，腸胃消化會有問題都一併可以解決，這樣。可能有幾種人的想法，我認為講，我可能愛不用了到身體健康啊，然後隨意痛，但是從來演講講的唔錯講，其實那運動身體那會健康。今日剛才我哋演講到現場分享很多很精彩的事情。感謝主持人。但是，你觀眾朋友有乜嘅問題要分享，去保健醫院來諮詢。休息一下，我哋聽下你先生來聽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